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屏东潮州的空港场。8日早起，咧做跳伞训练的时阵，有一个伞兵的伞索啊，伫咧空中相搭甜。结果，这个伞兵是以降落座的方式惊险落地，加在无受伤。啊，根据着伊所穿的迷彩衫，甲地面人员所戴的帽啊，专家来研判，这个当时咧跳伞是在台湾训练的新加坡的成功部队。讲因台湾训练出状况，毋是第一届咯。几名伞兵自C130运输机跳落来，所有一位无用正确的姿势停落，互伫边仔看到的民众拢惊一跳。昨透早10点外，伫屏东的潮州进行基本线跳伞训练，有一位伞兵的脚互伞索啊低调咧，上尾用身体停落，过程拢互民众翕来。那个伞就打开了，从屁股真的腰那边整个平躺，伞绳缠绕，立即依照空中紧急状况处理程序排除，平安着陆。现场的医务人员初步检查没有受伤，赴医院进一步的检查，状况均正常。军方讲，这位伞兵家己收伞，行登去休息区，现时训练真值钱。不过，这位伞兵所穿的迷彩，还有地面人员伫的芭蕾帽，拢毋是国军的规定装备。能够在台湾受训的外国部队大概只剩下新加坡部队。1975年4月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前总统蒋经国签秘密军事交流计划。目前当年大约3000人来台湾训练。2007年5月，和一台 F5FD 升到乌口失事，造成地面的成功部队2个人死亡，9个人受伤，是伫台湾上严重的伤亡事故。战甲兵或是炮兵那个交战距离比较长的，其实基本上它是没有受训场地，派遣他们的战特单位到户口受训。那炮兵的单位呢，其实照说南部基地受训，特战或散训的部分，其实就在屏东进行。对于各项涉外的军事交流，都依照规划来办。今是新加坡的军人，军方无加讲。不过，这规件事件嘛，互来台湾训练意向真低调，无咧宣传的成功部队嘛，搁一摆来献光。